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传承100年辉煌历史，是白俄罗斯最著名的一所高等学府，目前位于全球顶尖大学排名前1%。它是白俄罗斯国家教育的品牌象征，是国家科学研发重地。它继承光荣传统，引领科技未来。全国1/3获得白俄罗斯共和国天才青年专项基金资助的学子在此求学，全国约30%的研究生在此攻读学位，全国1/5的博士论文在此专研论文工作。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是一所创新型大学，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教学方法，有数千名优秀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在此工作，学生人数达25000人，教师规模约2700人，共有6万多人在大学及其下设机构学习、工作，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得继续教育。大学开设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应用科学等学科门类，许多专业方向独具特色。全校共有16个专业系，力学和数学系、地理和地理信息学系、物理系、语言学系、历史系、生物系、法律系、化学系、经济系、军事系、社会文化传播系、新闻系、国际关系系、应用数学和信息学系、无线电物理学和计算机技术系、哲学与社会科学系。另外，大学还设有商学院、圣基里尔与梅什季夫学院、国际生态萨哈罗夫学院，以及中学和中等专业教育机构、白大附属中学和法律中等专科学校。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开展了丰富的国际交流活动，与世界各国领先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特别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教育和科研机构上的合作最为突出。与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盛誉的大学，教育界的佼佼者开展合作，就是合作关系硕果累累的生动例证。双方成功实施了联合教育计划、学术交流和研究项目。2024年，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与北京大学达成了新的合作协议，在白俄罗斯和中国高等院校校长论坛期间，确定了由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每年联合庆祝友谊和团结日的活动。2024年11月，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基础科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签署了关于在明斯克建立类似中心的备忘录。这些中心旨在成为白俄罗斯和中国在教育和基础科学领域合作的典范。2024年，由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创建的创新教育学院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市成立。这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全新的生态。该学院不仅涉及到学生的教育和专业人员的培训，还涉及未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与中国合作新模式的探索。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和中国知名高校大连理工大学共同创建了联合学院，实现俄、英、汉3语专业教学，毕业生可获得2校双学位，打造中白联合办学的突出特色。2019年，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联合学院正式招生，开设了3个前景广阔的专业。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重视与中国教育、科研机构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每年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新生约2000人。如今，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与中国60多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每3个中国学生中就有1人在我校就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共和国汉学孔子学院自成立之初已走过15年的光荣岁月，拥有全球示范孔子学院的荣誉称号。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多个学院为公众提供继续教育服务，通过专业技能培训与提升，为白俄罗斯成人学员打通继续教育通道。大学积极引进数字化现代教育技术，大力开发远程教育资源，国内引入并推进创造性教育体系发展。教学采用互动式教育方法，包括游戏化元素教学和启发式教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是科研与创新生产超强综合体，大学设有物理和化学问题研究所、应用物理问题研究所、核问题研究所、数学和信息学应用问题研究所、臭氧层监测中心、共和国人类问题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专家学者的发明与创造是白俄罗斯及国际学界的骄傲，他们的优秀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国际空间站和地下空间监测系统，应用在纳米光学系统和高精度仪器中，在兽医医学、
药理学和生物化学领域更是硕果累累，成绩斐然。目前，白俄罗斯的肿瘤医疗机构将我校工业股份生产的独创性药物全面应用于患者的局部化疗中。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是白俄罗斯唯一一所创建了自己的空间纳米卫星 BSU-Sat-1 和 BSU-Sat-2 的大学。这2颗卫星分别于2018年和2023年成功发射并进入地球轨道。这些高科技设备完全是由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自主设计、研发、生产的。学校在国际期刊发表的 SCI 论文居全白俄罗斯之首。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图书馆是全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其电子资源跻身世界3大优质电子资源库。大学积极帮助学生从事专业科研活动，有130多个创意团队、兴趣小组和俱乐部发挥其积极作用，不断激发和发掘大学生的科学创造潜力。另外，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为广大师生搭建良好的沟通与交流平台，定期举办各类学术会议、创作会议、圆桌会议及对话平台，讨论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大学生常常举办各类艺术节、论坛和体育赛事。学校努力打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充分发掘大学生的领导潜力。大学城为留学生和住校生提供先进的生活设施和舒适的居住环境，努力为学生打造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拥有一座现代化体育综合大厦，在城郊还建有一座帆船体育健身综合楼，可提供140个体育运动分场。我校大学生运动员在世界及欧洲锦标赛、世界大运会和奥运会上获得了数十枚奖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享誉世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声磬同音，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是温馨家园，欢迎加入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大家庭。